抬卡后，乃黑给乙形上。待会啊，我们在运动前，我们要记得要先暖身哦。等一下，我们有4个动作的脚的暖身，还有我们上肢的暖身。那第一个动作啊，我们的脚尖会朝上，慢慢的由下往上去延伸。记得我们的膝盖要伸直，去延展我们的腿后侧。吐气的时候，慢慢的起来，吸气往下，吐气慢慢起来。那我们2只手可以慢慢的往上，指向我们的天花板。这个动作啊，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腿后侧，还有我们的腰，还有我们的背，都慢慢的去延展开来。好，第2个动作啊，我们要去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还有我们的臀部。帮我把脚站稳，吐气往上，让我们的膝盖慢慢的靠近我们的胸口。大家记得一定要保持平衡哦。吐气慢慢的起来。那如果像有些同学啊，柔软度比较没有那么好，我们可以不用抬得太高，没关系。好，第3个动作啊，我们要像翘脚一样，有点像刚刚的动作。我们往侧边去伸展我们的臀部。那记得过程中啊，都要维持抬头挺胸，吐气往上，慢慢的往上延伸。那可以的同学记得帮我把脚抬高哦。好，最后一个动作啊，我们会让你的脚往后，去伸展我们的大腿前侧。另外1只手我们可以去往旁边去平衡。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的脚跟去靠近我们的臀部。那要注意啊，我们的膝盖一定要靠在一起，不要让膝盖开开的哦。吐气，慢慢往后。好，那我们脚的部分就完成了。等一下，我们回到上半身，让你的掌心朝上，吐气，慢慢的去活动我们的肩膀，由前往后，去画圈，尽可能的让我们的双手举高，往上延伸。大家可以配合我们的呼吸吐气，吐气慢慢的往上。好，再来我们让2只手合在一起，很温柔的慢慢的去转动我们的手腕，去画圈，一样去配合我们的呼吸吐气，千万不能憋气哦。好，接着我们可以让2只手放在胸前，由前往后，像抱着一颗球一样，再慢慢的回来，就帮我重复吸气往前，吐气慢慢回来，让我们的肩膀放轻松，往前延伸。这个动作我们的背会弯弯的，去伸展我们的背部，像抱着一颗球一样。最后一个动作，我们让双手往后，抬头挺胸，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往上去延展我们的胸口，回来吸气回来，吐气的时候慢慢的往上，手尽量的举高去挺胸，把我们的肩膀还有我们的胸口都延展开来，吐气往上，慢慢的举高。再回来，身体一样要挺直哦。吐气，好，回来。好，最后我们手放开，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肩膀去转圈，稍微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
好，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手稍微活动一下。好，暖身完成之后啊，等一下我们就要准备我们的今天的运动。那我们可以喝个水，稍微休息一下。开嘎后，待会啊我们要进入我们拳击的动作。那在拳击动作之前啊，我们先复习一下，我们的前面的这只脚就是我们的左脚，要面对正前方。想象一下我们的身体下方有个大时钟。我们的左脚会朝向12点钟的方向，让我们的右脚会在后方朝向我们的2点钟的方向。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让肩膀稍微活动一下，放轻松。来，记得我们2只手一样可以合在一起，稍微活动一下我们的手腕。好，脚帮我踩稳之后啊，我们手先放回来到我们的下巴的位置。手掌心要面对自己哦，手掌心面对自己，膝盖不要锁死，所以我们身体会像弹簧一样是有弹性的。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稍微点一点，好，原地活动一下。好，这个时候我们后面这只脚的脚跟就不会踩在地板上喽，我们的重心会稍微往前，脚跟会稍微浮起来，这样等一下我们在打拳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比较好去活动。等一下，我们要先介绍的是我们的肘击。肘击的话，我们会让我们的右手先靠在我们的身上，身体去旋转，让我们的手往前。这个时候，你的手肘就会面对正前方。记得身体去用力，手往前挥出去，让你的手肘面对正前方。我们的手臂都要贴紧哦。让我们的拳头靠在我们的锁骨的位置，调整一下呼吸。吐气的时候，我们身体先往后，再快速的往前挥出去，让我们的手肘面对正前方，手臂贴着。好，让我们一样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有做到的刺拳跟直拳的动作。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刺拳就是我们前面的这只手，它的速度会比较快速。往前，整个手臂要伸直，让我们的手臂贴紧我们的下巴。回来，再做出直拳的动作。整个手臂要伸直，在我们的脸的正前方。我们的手臂贴紧我们的下巴。回来，接着我们做出上勾拳的动作。上勾拳我们就是由下往上。那记得我们的手肘要先固定好哦。往后，再上来，我们的拳头的高度大概就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回来之后再换边，手肘固定好，我们拳头的高度就大概在我们下巴的位置。好，回来之后调整一下呼吸，待会啊我们就会把肘击加入到我们刚刚的动作里面，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有6个动作要操作哦。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待会我们就会先刺拳、直拳、上勾，接着我们加入肘击，就是我们的右手往前甩出去的感觉，所以我们的脚要去旋转。回来第5个动作我们一样，上勾、上勾。我们就会把这6个动作完成。好，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再练习一次。脚踩稳，踩好，手伸直往前延伸，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好，那我们要把速度加快喽。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上我的速度呢？调整一下呼吸，手帮我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一样，刚刚6个动作：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上勾、
回来之后，我们再一次哦，手放好到下巴，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好，记得我们的肘击啊，我们的拳头要贴紧在我们的胸口的位置，让我们的手肘面对正前方。这个时候我们会用我们的手臂去攻击对方。调整一下呼吸，再一次，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膝盖放轻松，让我们的后面的这只脚就是我们的右脚，脚跟稍微扶起来，这样我们的身体比较好去活动哦。吐气，我们就开始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记得我们的呼吸吐气就是跟着我们的动作，吐气，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在我们手打出去的时候啊，我们的中指都要面对正前方。不要让我们的手掉下来，也不要抬高，好，这样手腕会很容易受伤哦。手抓紧，回来之后，直拳，记得我们的身体侧边要面对正前方，往前延伸，脚要旋转，回来，上勾，我们的手肘固定好，不要去做出捞的动作，所以先往后，再打上来，手肘都要帮我固定好哦。接着我们的肘击，记得我们的拳头都要先贴好在我们的身上，再用力的挥出去。好，最后我们再做出2个上勾拳。待会我们把6个动作衔接在一起，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那我们记得拳击是一个有节奏的运动，所以都可以跟着自己的速度去操作哈。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回来之后可以调整一下呼吸，调整一下我们的动作。接着我们再一次，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好，我们让你的肩膀稍微放轻松，调整一下呼吸，让我们手活动一下。好，我们最后一次，手放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前脚记得帮我朝向12点钟的方向，就是我们的左脚；右脚我们后面的这只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脚跟不要踩死哦，让我们的脚跟稍微抬起来，这样身体比较好活动。手放在下巴的位置之后，我们要做出刚刚6个组合拳的动作，调整一下呼吸，吐气，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回来之后，记得让我们的手回到下巴的位置。吐气，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好，要特别注意，我们手伸直的时候，让我们的手臂要贴着我们的下巴。让我们的身体去往前延伸，回来，直拳也是一样，手伸直，让我们的身体面对正前方。回来之后，上勾，让我们的手肘固定好，不要做出捞的动作。好，手肘固定好，由后往上打上来，到我们下巴的高度。肘击，我们的手臂贴着身体，快速的往前。让我们的手臂去攻击我们的对手，回来再做出上勾、上勾的动作。好，调整一下呼吸，跟着自己的节奏就可以。准备好，我们就吐气，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回来之后，记得让我们的手放回来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刺拳、直拳。上勾、肘击、上勾、上勾。好，再一次哦。刺拳、直拳、上勾、肘击，身体要旋转，上勾、上勾、
四拳，直拳，上勾停到下巴的位置，肘击，身体要旋转，上勾，上勾。好，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大家做做动后。抬嘎后，待会我们要进入我们下肢的训练。那今天呢，我们会需要准备一个器材是这个弹力带。那弹力带它其实有分很多的磅数跟重量，它会有一点点张力，会需要去用我们的身体的力量把它撑开来。等一下我们会先坐在椅子上，坐好之后我们会把这个环状的弹力带套在我们的大腿的上方、膝盖的上方这个位置，因为这样比较可以去刺激得到我们的臀部的力量。那记得一定要准备一张椅子哦，在我们套的时候会比较安全。好，套上来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弹力带它会把你的脚往内去收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靠我们大腿跟臀部的力量去把它往外撑开来，尽可能的不要让它往内，好，尽可能的不要让它往内。好，撑开来之后我们就会先做出像深蹲的动作。所以我们先从椅子上，手放在胸前，膝盖一样去尽量去对准我们的脚尖，吐气，先站起来，吸气，慢慢的下去，碰到椅子，我们可以先稍微用这个动作感受一下弹力带的张力，吸气，慢慢的下来，在过程中我们的腿都不能被弹力带影响哦，都不能让它往内，要记得让我们的大腿用力，把它往外撑开来。吐气，站直，其实就跟我们深蹲的动作、起立坐下的动作是一样的。吸气，慢慢的下去，注意我们的膝盖对准脚尖，因为现在我们有加上我们的环状弹力带，它会比较容易让你的膝盖往内，尽量的去把它撑开。吐气，站直，吸气，慢慢下去，吐气。撑开来，我们站直，吸气，慢慢下去，吐气，膝盖对准脚尖，站直，让身体往天花板的方向延伸，吸气，慢慢的下去。好，稍微活动一下之后待会我们要让你的动作变成是往侧边跨出去的，所以我们等一下会像蹲马步一样，慢慢的先站起来。接着我们会往下蹲，但是我们不要让屁股坐在椅子上喽，像蹲马步一样。注意我们的膝盖去对准脚尖，把弹力带稍微往外撑开来，慢慢的蹲下去，身体微微的往前倾。接着我们把你的大腿往外，往侧边，像螃蟹一样，侧边。回来之后，我们记得要换脚，撑开来，让我们的大腿用力，回来。再换边，好，回到原本的位置，你可以稍微站起来，调整一下呼吸，休息一下。两只脚打开来，我们再一次哦，先慢慢的往下蹲，但是我们不要坐在椅子上，慢慢的往下，像蹲马步一样，膝盖对准脚尖，我们让右脚往外撑开。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右边的臀部要用力，膝盖去对准脚尖，把弹力带拉开来，回来。再做第二个，撑开，一样去右脚往外用力，回来。接着我们要换左边喽，左脚跨出去，左边的臀部就会去出力喽。回来，让我们左脚往侧边往外撑开，再回来。一样我们可以站起来，稍微休息一下，调整一下呼吸。好，我们再一次，慢慢的往下蹲下。像蹲马步一样，吐气的时候，我们让我们的大腿往外撑开，回来吸气，吐气撑开，吸气回来。接着我们换左边，左脚打开，吐气，吸气回来，打开吐气。记得我们的膝盖一定要对准脚尖，不要被弹力带影响。回来。好，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可以稍作休息一下。待会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的是侧跨步，那我们会需要先把弹力带放下来，
在做侧胯步之前呢，我们可以记得先让2只脚稍微打开来，做出像侧蹲的动作，去暖身一下。侧蹲，我们会让你的腿慢慢的往侧边蹲下去。这时候，另外一只脚是伸直的，会去伸展到我们的大腿内侧。手一样扶在我们的胸前，慢慢的往侧边蹲下去。回来，起来之后再换边，换脚。好，记得调整一下呼吸。2只脚的位置啊，会比我们的肩膀还要再宽大概1.5倍到2倍的距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脚要撑得很开哦。脚尖你可以面对正前方，或是微微的往外，大概15度的位置。要注意膝盖一样去对准脚尖，吸气往下，吐气起来，吸气往下，让我们的臀部停在膝盖的后方。吐气起来的时候，记得要让身体要站直，让我们的臀部去用力。吸气，往下；吐气起来，站直。吸气往下，吐气回来。好，接着啊，我们就要进行到侧胯步。侧胯步啊，它其实跟侧蹲很像，只是我们会让2只脚先合在一起。准备好之后啊，我们会把其中1只脚往外跨出去。就跨到我们刚刚的宽度就好，调整一下呼吸。吸气的时候，我们就往外蹲，脚跟记得踩稳，膝盖对脚尖。吐气，靠我们腿的力量把身体推上来。吸气，我们就要换边喽，往侧边往外跨出去。吐气，把身体推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需要更用力，靠我们大腿跟臀部的力量。把我们的身体推上来。好，我们再一次哦，调整一下呼吸。吸气往外跨出去，吐气回来。吸气往外跨出去。那记得除了我们弯的这只脚，脚跟要踩稳；伸直的这只脚，我们千万不要让它抬起来，所以脚跟一样要踩稳哦。吐气推回来。好，把我们2只脚脚跟都要踩稳。吸气往外跨出去，伸直了这只脚，脚跟一样踩稳，脚掌都帮我贴在我们的地板上。吸气蹲下去，伸直了这只脚，我们的脚掌都要踩稳。吐气回来。好，调整一下呼吸，让我们再一次，脚先合在一起。慢慢的打开来，我们的脚往外往侧边跨出去，蹲，吐气推回来，把身体推上去。吸气往外跨出去，吐气推回来。回来的时候记得回到我们抬头挺胸挺直的位置，挺直的位置。好，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再一次哦，让我们的右脚先往外跨出去的时候，我们的脚2只脚都要踩稳，脚跟踩稳，吐气推上来。注意我们的膝盖对准我们的脚尖，脚掌都要踩稳。让我们左脚往外跨出去，尽可能的蹲到我们的膝盖的后方，吐气推回来。回来的时候记得站直，吸气往外跨出去。蹲下，吐气，用我们腿的力量把身体推上来。吸气，脚往外跨出去的时候往下蹲。这只脚我们伸直了，这只脚脚掌也要踩稳哦。吐气回来。好，我们最后一次，右脚往外跨出去，蹲，2只脚的脚掌都要踩稳。吐气回来。回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大腿要用力的推上来，把身体推上来。好，左边吸气往下蹲，吐气推上来。那在我们做蹲的动作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膝盖都要去对准我们的脚尖，不要让膝盖往内。往内的话，我们的膝盖压力会比较大，会比较容易不舒服。好，调整一下呼吸，让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开个周都懂后，让我们休息一下。